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上新的公布，讲这个灵癌已经拼过肺癌，将做全球上渐发生的癌症。咱的国健署的资料，女性癌症的排行榜，去年嘛是灵癌排第一。中央研究院有重大的发现，讲这个表皮细胞面顶的蛋白质 DSG2。 是这个灵癌恶化的关键，来当伫个癌细胞转移进前，先用分子药物集中来治疗，安尼当挽救更较侪灵癌的患者。子母盆若伫钱袋仔内，这是天大好代志；掩管若伫癌细胞内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！ 灵癌是台湾女性的头一个敌人，千军万马的灵癌细胞是安怎来的？中研院基因体研究团队有重大发现，找出表面细胞的蛋白质 DSG2， 以后灵癌细胞变较济。动物的实验嘛发现讲，这款蛋白质愈济，肿瘤会愈大粒。原位的肿瘤，如果 DSG2 表现量很高的话，那么其实肿瘤会长得比较大。 那如果能够针对这样子的初期的乳癌做针对DSG2表现的乳癌细胞药物的这种消除的话，其实效果可能会很好。乳癌之外，像头颈癌、子宫颈癌还有肺癌，其实DSG2表现量高的话，跟这个病人的预后也是有相关的。 蛋白质 DSG2 一定要赶紧甲除掉，因为放愈久，当这个肿瘤环境无空气的时，就会走出这款调节蛋白，伊是来乱的，会互癌细胞脱离了，随着咱的血路移转到咱身躯其他的所在，安尼哪会顶？未来临床治疗希望讲，伫蛋白质 DSG2 更加肿瘤黏做伙时，会使用分子药物拢总甲消灭，安尼才袂互癌细胞传遍规身躯。